出黑雨警告，加上冰雹更加造成唔少破壞。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？而保險方面又包唔包嘅呢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。今年天文台第一次發出黑雨警告，仲落埋冰雹，估唔到咧會造成咁大嘅破壞啊！係啊，我睇到畫面咧都嚇咗一大跳啊！嗱，天文台星期日晚喺1個鐘頭內由雷暴警告轉做黃雨、紅雨，再轉埋做黑色暴雨警告。部分地區咧，好似係元朗同埋屯門等等，雨量咧更加係超過150毫米添啊！嗱，天文台咧仲收到咧50幾宗市民睇到冰雹嘅報告添啊！係啊，地區咧都幾廣泛下添啊！由大嶼山啦、葵涌到黃大仙，遠至去西貢井欄樹都有。部分冰雹嘅大細更加好似乒乓球咁啊！我哋荃灣落冰雹啊！星期日晚，荃灣、屯門同埋葵青等嘅地區都有市民影到落雹嘅情況，持續20幾秒。哇！呢啲揼死人啊！呢啲冰雹嘅形成係雲入面嘅水氣多次被氣流推動，上下猛烈滾動，形成冰粒。琴晚華南近珠江口一帶同時受到兩股嘅氣流影響。一股係從福建附近吹嚟比較凍嘅空氣，經過台灣海峽之後被加速，強勁嘅風力撞向另一股從海洋吹過嚟比較溫暖潮濕嘅西南風，喺香港附近形成強烈對流，令到水氣急速抬升，形成雨雲。去到夜晚近8點，天文台嘅實時雷達圖顯示喺荃灣、屯門同埋葵青區出現紫紅色嘅回波，代表嗰度空氣入邊嘅水氣，例如係雨水甚至係冰塊，比起其他顯示黃綠色回波嘅地區多。天文台亦都喺呢3個地區接獲冰雹報告。當然解釋得到，唔表示預測到。有氣象學專家話，香港地理位置獨特，喺春夏季交替期間有機會落雹，但好似星期日晚嘅情況就屬於罕見。通常呢。係真係喺香港落雹嘅時間呢，佢係好窄嘅範圍，即係好細嘅範圍，成日有其他地方就冇，係咪啊？咁同埋可能係好短時間嘅，但係今次嚟講呢，無論空間上、時間上呢，都係比過往犀利。我哋係啱啱喺整個亞洲大陸嘅邊緣啊嘛，咁所以我哋仍然呢係會受到呢個北方嚟嘅冷空氣影響啊。如果同緯度嚟計呢，我哋同夏威夷係一樣嘅，但係夏威夷係唔會有咁嘅天氣，因為夏威夷由頭從年到晚都係暖㗎嘛，都係熱㗎嘛。但係我哋就喺大陸嘅邊緣啊 ，continental 啊嘛，咁所以嗰啲 continental 嘅凍嘅空氣就有機會湧到落嚟影響我哋啊嘛，咁呢冷暖空氣交匯就會引起呢啲暴熱天氣啊嘛。天文台話，由於同冰雹相關嘅強烈對流天氣發展過程非常急速，延續時間同埋走勢亦都有不確定性，難以提前作出預報。天文台嘅記錄顯示啊，本港平均每隔2-3年都會有冰雹報告，其實都唔算係罕有啊。不過根據天文台嘅資料啊，星期日嘅大雨係創咗3月份每小時降雨量最多嘅紀錄，亦都係有黑色暴雨警告嘅制度以嚟最早發出嘅一次。以往起碼都要到4月先至會出現黑色暴雨警告㗎。今次黑雨唔單止造成道路水浸，連一啲大型嘅商場都有漏水嘅情況。星期日晚大約8點，天文台發出暴雨警告期間，本港多個地點出現水浸，部分大型商場更加有漏水嘅問題。九龍塘有一成由於大量嘅雨水由頂層湧落嚟，導致商場多層水浸。經過1晚嘅清理，商場如常開放，各層嘅積水已經清走，個別位置仍然輕微漏水。喺較低嘅層數就擺咗一啲大膠桶。朝早再有大雨，不過商場再冇嚴重漏水。溜冰場隔離倒冧嘅假天花有待維修。商場入面多條嘅扶手電梯因為俾水浸過而要停用，市民要兜路行或者係改搭 lift。現場有維修工人搶修，又用吸水機將機場面嘅水吸走。隔離呢一個化妝品專櫃，事發嘅時候2個職員及時離開，而損失仲有待點算。要等公證行翻到去，即係點收咗之後，然後俾翻個報告我哋。嗰個係臨時 counter， 咁其實應該琴晚就拆㗎啦，不過咁啱又遇到咁嘅情況。咁其實即係好多貨物都搬咗嚟鋪頭啊，或者預留喺嗰度嗰啲，我哋都鎖咗喺個櫃入邊。咁所以係咪真係有損毀啊？或者個損毀程度係點？真係要等佢現場解封咗，咁我哋開咗啲櫃睇咗啲貨先知道。呢一間食肆就要總動員清理。比較低層嘅店鋪下晝仍然有員工忙於清理浸濕咗嘅櫥窗陳設，唔可以營業。到挨晚嘅時分，差唔多所有商鋪都恢復營業。
而溜冰場亦都重新開放。嗱，但係有一啲畫面就見到啊，咁當時商場入面咧仍然有唔少市民㗎，甚至有人喺度玩水。嗱，如果有人因為咁而受傷，可唔可以向商場索償嘅咧？嗱，其實咁樣做咧係相當之危險㗎。嗱，例如咧有漏電嘅情況，可能會出意外添。嗱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就話，可唔可以索償，就要視乎當時商場有冇採取適當嘅處理程序。有一成部分假天花暴雨期間跌咗落嚟，積水好似瀑布咁樣倒落嚟。屋宇署派人視察，認為事故係因為收集屋頂雨水嘅雨水渠損毀，並唔係玻璃天幕又或者係玻璃窗破裂，而損毀嘅雨水渠已經修理好。有學者就估計係雨水渠接駁位損毀，可能同維修保養有關。大型嘅天面上高嗰度啦，我哋會好多雨水，我哋需要收集嘅。咁啲雨水就會經過一條嘅係我哋嘅簡稱啦，嘅係雨水桶。咁即係話天面嘅雨水啦，就會經過呢條渠桶啦，係排到落地底嘅排水管裏邊。佢本身呢個雨水桶啦，喺某個地方啦嘅接口啦，已經開始啦係有問題啦。有啲接駁口咧已經可能係滴緊水㗎啦，已經離咗口。而且尋晚嘅冰雹比較大量嘅，冷嘅縮將呢個夾口已經有問題夾啦，扯裂咗，大量嘅水咧就流入嗰個建築物裏邊。有工程師就相信水渠損毀之後，雨水流到去假天花裏邊積聚，結果承受唔到。因為佢都唔係設計我哋承受任何嘅力嘅，佢只不過係承受自己本身嘅力嘅啫嘛。咁當你有水積聚喺佢上邊嘅時候，而水係相當重嘅，到佢去到一個一定嘅深度嘅時候咧，咁嗰個呢塊咁嘅板咧係冇辦法承托得到㗎啦，咁佢咪跌落嚟咯。佢又提醒市民，遇到呢啲情況有唔少存在嘅危險。如果佢有電線係冧埋落去，係扯斷咗，而嗰個電線就供緊電嘅咧，咁跌咗落去呢度咧就梗係會傳電啦。咁呢個就會有危險啦。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話：類似嘅商場事故，如果商場裏邊有人因為咁樣而受傷，亦都能夠證明事故係因為商場疏忽而造成，可以向商場透過第三者責任保險索取賠償。關鍵係在於商場喺事發嘅時候有冇即時疏散市民。但係如果個商場已經叫咗大家係要離開呢個現場啦，佢仲要自己維持，仲要留喺個現場，甚至入邊玩呢，咁嘅受傷咧，佢根本係即係好難索償到個商場，因為商場係根本請佢離開噶嘛，但係自己仲故意留喺度啦。如果佢買一個意外保險，佢又要小心啊。佢有一個條件咧，就話咧，佢要證明呢件事係一個意外，即係喺外來因素咧，同埋係唔可以預見嘅。如果嗰人為咗自己嘅 Facebook 嘅需要走去埋去八卦，要走去八卦，或者係要影一張靚相，而真係出咗事咧，可能佢自己買一張意外保險咧，都不能得到保障咯。又一城嘅管理公司話，星期日嘅水浸事件係因為罕見嘅雷雨所致，影響範圍只限於購物商場，商業大樓未受到影響。目前嘅情況已經受控，商場運作已經恢復正常。陳健波又話，商場一般都會買財物全險，無論係因為落雹或者係雨水渠損毀所造成嘅損失咧，都會受保㗎。而至於商場入邊嘅店鋪，如果可以證明到係商場嘅疏忽導致損失，係可以向業主索償；如果唔係咧，就只可以透過店鋪本身買嘅保險嚟索償㗎啦。嗱，但一般市民啊，面對呢一種嘅情況咧，就要考慮自身嘅安全，及早離開啦。好啦，今集先講到呢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